内政部推动中正路、经国路改名，煞是引起爱开大钱，又搁造成民众困扰争议。乌克兰出奇招几位米外，头运100架无人机入罗西亚，轰炸毁掉罗西亚41架战略轰炸机。对昨暗到明下晡强烈地磁扰动，影响台湾51点钟，无线电通讯、卫星定位拢会受到影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监察院的秘书长李准义，因为用公务车送宠物去美容引起争议，昨暗已经请辞。另外，阁有几两位监察委员嘛是坐这公务车去办私人的代志，去奉送纪律委员会处理。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今仔日是出面回释的。因为使用公务车载狗仔去宠物美容的风波，李准义初一发声明宣布请辞。伊讲，事当时一时考虑了无周至，才会来视察察。辜负咱国民众对伊的愿望，也有影响监察院的名声。本人在这个地方，代表监察院，那跟社会大众，说声深深的抱歉。李准义请辞要来互风波莫阁拖，不过监察院公务车公器私用的情形连续爆出来，除了当时去互压出来的监委苏丽琼、林巧荣，也有监委王英忠，互逼出来伊坐公务车去剪头毛。监察院除了宣布启动调查，停止监委个人身份使用公务车，一直到这一届任期结束为止。嘛，甲拄则讲到的3个监委全部移送纪律委员会。有被揭露出来的3位，我们会先移送纪律委员会。那至于后面还有没有，那当然我们也无从，我也没办法去确认。立法院司委会初二嘛邀请监察院列席备询，有关安怎落实青年政府的议题。不过无人代表出席，嘛无书面的文件。那边拢认为讲落台归落台，不过应该追究的法律责任，要是爱面对。刑法上面嘛，那他可能有诈欺、侵占，等等的问题或背信。那在行政上面，他可能有一些惩戒或是弹劾的问题。监察院的这些御史大夫啊，会不会弹劾自家人呢？大家都在等着看嘛，是不是用同一个标准？还是只有监察院可以去弹劾其他公务员？秘书长那部分那个因为有这个北检已经分案来了解了哈。台北地检署已经立案调查，监察院内部的纪律委员会嘛同步展开。不过，冲指出，过去就有几件公务人员利用公务车去用起诉，而且去用判刑的案件。监察院敢阁会爆出其他的事件，要安怎来改善公务车使用的情形，各界拢真关注。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内政部推动中正路、经国路改名，这个政策是引起争议，因为这改落牵连到地址的，亲像是身份证、房客、地契的拢总爱改。这台中市长罗秀燕就批评讲爱开大钱，煞阁造成民众困扰。也若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为着推动转型正义，若是引起困扰，会达成共识才落去做。台南市汤德庄大道路牌顶，一旦看到加决号的原中正路。根据台南市民政局资料统计，台南市拢总有15条中正路，沿路的住户有12983户，差不多24328人。面对内政部有意搁推动全国中正路改名，市民是安尼想。会有影响，就不方便啊，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叫中正路了。阮的固定一只中正路固定啊，要改住所。市长是有时候以影响最小的区域，当然去了解一下他们住户的意愿。台北市树林区原来有中正路，若要改路名，爱建筑物所有权人1/5以上人数，意见调查嘛要有3/4以上同意，才经审议通过办理。桃园需要建物所有权人超过1/5人数办意见调查超过2/3同意才核定。道路改名，民众爱换身份证，包括门牌、房屋所有权证，也甲路牌，拢都爱改。赞成是可以改啦，因为他想去掉两蒋时代的那种，很多都是他们家的名字的。历史本来就是应该要留下一个痕迹，为什么要改？根据行政院统计资料，全台湾中正街路项，台南市41位，全台湾的冠军；高雄市32位，桃园市31位。统计全台湾拢总有311位。若是全台湾介绍街路项有29位，经过街路项是有9位。
对于内政部要改名，台南市长吴伟铁表明不一定一届就爱改好，不过希望达成转型正义。台南市长罗秀燕讲，中央劳民伤财，强烈反对。我只有一句话，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我再讲一遍，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如果有困扰的话，那大概就是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在地的居民能够有共识，我们再来推动。内政部长刘世芳讲，转型正义是人权问题，袂当讲有钱则做，无钱就卖做的态度。啊，不过安怎得到中央、地方甲居民三方面的共识，恐惊爱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乒乓教父曾智恩的学生叶依点要去参加美国的大满贯赛，不过参赛资格煞是去互道球协会来取消。体育署长郑世忠就批评道球协会，要求因的秘书长爱公开回失礼。目前这协会是刚发声明强调讲会检讨，体育署是已经宣布讲暂停道球协会补助，也若这选手培训甲参赛经费是例外，未受到影响。透早道球名将庄智恩的爱徒，道球新兵车叶依点，都伫庄智恩的球馆练球，反映宾捷，动作到位。伊原本要报名参加 WTT 美国大满贯赛，却因为比赛甲亚洲青少年道球锦标赛相碰，道球协会希望伊参加亚青赛，取消伊参加大满贯赛的参赛资格。代志闹甲真大，庄智恩的老爸无愿意加讲，也毋过学生家长是看袂落去。应该是要为选手加油才对啊！这个事情我看是这样子的，因为选手本身练球每天都早出晚归。体育署署长郑世忠是批评道球协会无愿意以选手为核心的思维，或者互道协一日的时间回应选手需求，也要求道协秘书长叶国钦公开回失礼，若无要暂停道协所有补助款。佮较点名副理事长杨正雄呼吁明年解散的时，会员爱慎重考虑要将协会交予什么人来处理。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协会，在政府耐心的提醒，依然不愿意接受以选手为核心这样的思维，依然不愿意认错，绝对不应该漠视选手的声音。叶依点透早照常训练行程，针对事件无回应。伊母亲表示，静态道歉的消息，也发文感谢体育署收听做选手背后的靠山。如果多写都一直没有道歉，你会很生气。记者打电话给庄智恩母亲无回应，也打电话给叶国钦手机无接。杨正雄透过文字回应表示，准备开理事会，由参与选训会议的委员向理事报告代志的经过，听各方的意见。道协是发出声明，强调对各界批评指教会诚心检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气象署发布太空天气特报，对昨暗到明下晡地质扰动是达到强烈的等级，预估是会影响咱台湾51点钟。包含无线电的通讯会受到影响，卫生电位会走精，对这环境的变化较敏感的人，困眠、心血管疾病嘛有可能去影响到。也若是天气方面，今仔日是真烧热，高温超过36度。不过对明仔开始，咱全台湾都会连续落一礼拜雨。高温烧热的天气，北移北部、东北部高温会来到36度以上，中部山区和南部地区下晡开始有可能会有阵雨，温度会略略降低，平均温度伫咧32度至33度之间。目前我们已经针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中部也有一些比较局部的地方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的情形。对拜二开始受到方面影响，各地拢会熊熊闪雨，而且雨会来到足急足大的程度，气象师预估会一路落到拜六。明天晚上的时候，雨势依旧还是比较明显，尤其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或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至于在后面的天气的话，从礼拜3开始，因为还是受到治疗方面影响，西半部地区的雨还是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说各地都还是比较容易下雨，尤其东半部的地区下雨的几率相对比西半部高。另外，气象师拜一也发布主报直报，预估这波效应会持续51点钟，而且强度可能会达到强烈主报的等级，到时会对台湾的电力设备造成真大影响。我们还是有直飞，像是美国一些城市的一个班机，这些飞机飞到高纬度的地方的时候，可能也是要留意这个高频无线电波通讯可能会受到干扰。目前，
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调高我们通讯的频率。气象署提起珠无效应，这段时间可能会造成通信、导航、太空飞行设备出现偏差的状况，影响的范围真大。部分的保护装置可能需要进行电压的修正。记者查询林秀凯台北报道。西非国家奈及利亚顶礼拜落大雨，水坝崩旱做大水，已经超过200人死亡。也若是沙特阿拉伯是朝圣月底要到啊，预计是会有900万的穆斯林到地。这旧年朝圣月时阵是超过1300人热死，这阵当地高温又搁超过40度，当局是赶紧扩大热日的通道，增加饮水机。奈及利亚尼日州莫夸镇的居民顶礼拜四透早本来是干那要出门买菜，却发现连市场在内规个城镇拢经予大水淹去。真侪人干那徛伫大水淹袂到的所在伫等，有人是讲家己真侪亲人不幸去大水冲去。So kuma gidajenmu gaba ɗaya dai ruwa ya wanke shi gaskiya yawa gidajen ruwa ya wanke gaba ɗaya nan da nake ma ɗakin da nake kwana ne so ba mu da komai yanzu komai ya wuce gaba ɗaya da matana duka da 'yan uwana duka da yara da ƙannina da mamana duka duk ba mu gan su ba so ruwa ya wuce da su。这届大水造成至少200人死亡，几多千人无家可归。当地建筑甲桥差不多全毁，相关当局出动重机具，搜救行动持续到6月初1。当局评估，目前发现生还者机会已经真少，嘛已经宣布停止搜救。奈及利亚即马是雨季，部分地区预防大水的设施无够完善，这段期间较受冲击。当地人是讲，城镇边的一个土堆本来当挡前几礼拜累积的雨量，不过顶礼拜搁再落大水雨时阵，暗讲塌去，才会冲破风线，造成严重的损失。We lost everything, the families. We don't even have anywhere again to go to. 外看沙特阿拉伯根据伊斯兰历，卖家朝圣活动拜三特别展开，官方预测会有至少100万全球来穆斯林会到现场。不过卖家是伫沙漠当中，热天早多开始，温度已经超过摄氏40度，去年高温捌超过摄氏51度，造成1300人死伫甲热有关的伤害。有去年惨痛的教训，当局表示今年袂过予这种的代志发生。We increased the shaded areas and walkways by more than 50,000 square meters, and also we established more than 400 water cooling units. 另外，当局嘛伫路的增设几多千台水雾机，佮增加现场的救护人员，互民众会当安心完成这段重要的朝圣之旅。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乌克兰甲罗西亚战3年外，即阵当咧和平谈判。不过，这乌克兰竟然是出奇招攻击罗西亚滚落大空军基地，放下这场地图网行动，乌克兰是已经规划年外。乌军甲117架无人机投运入去罗西亚境内，远端操控，互因飞去攻击空军基地。这回罗西亚会当发射巡弋飞弹战略轰炸机，是去轰崩掉41架，受到攻击的基地嘛有5架。这当中就包含离乌克兰1800公里伫咧北极海地区的空军基地，因为伫咧上界远的是西伯利亚东部的贝拉亚基地，这离2国的边境是有4300公里远。这站行动是会互2国的谈判变数搁较济。无人机轰叫的声音一直弹，随爆炸声响起，后壁的贝拉亚空军基地庆祝乌烟。乌克兰初一发动大号地图网的攻击行动，117架无人机对罗西亚本土5个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上远到离乌克兰前线4000多公里外的西伯利亚甲远东地区。乌克兰方面讲，炸掉41架的罗西亚战机，包含这个主力战略轰炸机。演炸核导弹的 Tu-95，也有 Tu-22M， 另外有 A-50无人机，总计达超过71美金。Вражено 34% стратегічних носіїв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 Основна, найбільш активна частина російської стратегічної авіації компонента. 地图网行动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安全局局长马列克亲身监督，筹划1年半，因讲是木马屠城。乌克兰情报机构加载有早有的无人机走私入去罗西亚，藏伫个查济的病厝厝顶，煞爱装上卡车，送到各空军基地周边，再搁对远的所在来控制病厝的厝顶，改掀开，互无人机飞出来发动一波的技术。执行任务的乌克兰人员藏伫个罗西亚3个无同的市区，攻击前一天已经全数平安来撤离。
Я думаю, це дуже вплине, але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що це з одного боку це може привести їх до тями. 加拿大国防部长布鲁尔早伫去年初就开始警告，罗西亚可能伫未来几年内攻击北约。伊最近伫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搁再讲到对罗西亚的烦恼，并且呼吁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伊讲罗西亚正伫大规模扩充兵力，每年生产1500台主战坦克车加真侪炮弹，唔但用伫乌克兰战场，也伫拄准战备，可能伫未来4年内对波罗的海国家发动攻击，点名位伫波兰立陶宛、白罗西亚加俄方交界索瓦基险要的山口，就是北约防线重大挑战。广视新闻施会长编译。波兰的总统大选过程当中，票数是加真严，落尾是由在野党保守党的候选人以50.89%的得票率胜利。目前的总理是行民主路线，不过这个新总统是敢以电倒饼，可能会行民族主义。这波兰的民主改革都面临挑战。挑战总统大位的右派法律正义党在野阵营候选人纳夫罗茨基向支持者一手抵御。虽然伫第一波出口民调收获多数和对手，也就是代表执政党的亲欧派候选人佐萨斯科斯基，不过纳夫罗茨基也是真有信心地发声。Nie traćmy nadziei na tą noc, moi kochani. My naprawdę wygramy w nocy te wybory. Ta różnica jest tak mała, tak minimalna. 波兰总统大选初一进行第2轮投票，代表执政中间派公民联盟的华沙市长佐萨斯科斯基，伫进前知影伊普所的出口民调结果，险赢对手纳夫罗茨基，伊就家己宣布当选总统。当时支持者真欢喜，讲选举结果互波兰走调民主价值，不过计票结果煞大变化，原因是双方得票率一直真活。Our predictions are too close to call. But I feel that we will win. I'm perfectly sure that we will win. Look at the polls during the whole elections. It was a difference that Trzaskowski was declining and Nawrocki was climbing up. 42岁的纳夫罗茨基是历史学者，伊嘛是非专职木姓股选手。选举前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伊承诺施政方针会以波兰本国人优先，嘛同意支持乌克兰，不过反对波兰加入北约，避免挑战罗西亚。同时支持波兰甲欧盟保持一定的距离。外界预测，伊会照现任总统杜达反制总理施政的路线，包括阻止积极运作民主改革的总理图斯克所发起的亲欧政策。这届选举结果会互人当作对图斯克施政公道，也为在野的法律正义党对摕到2027年的国会大选增加真大的信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伫咧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是甲中国解放军上校一句来一句去。中国是支持菲律宾，是这美国伫咧亚洲的代理人。也若是菲律宾迄边是批评中国霸凌南海地区的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罗初一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下区安全联结会议，而且发表专题演说了后问答的时间，叫2个穿中国解放军军衫的人问讲，美国当咧卖搁较侪武器予菲律宾，而且要伫菲律宾设置搁较侪军事基地，敢会烦恼美国伫亚洲引起代理人的战争。抑个越南甲马来西亚拢甲中国有无共意见，不过这2国会当甲中国好好来处理。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嘛建议菲律宾爱甲中国展开对话。菲律宾敢会听伊的建议，改变面对南海纠纷的做法，或者是要继续做区域外口强权代理人。提奥多罗回应的时阵，先感谢因2个人用问问题形式来宣传，现场大家抱啊写是拍假。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eclared that, quote, China must lead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oncept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unquote. However,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siders fair and just may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norms and values accep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smaller countries. To envision a China-led international order, we only need to look at how they treat their much smaller neighb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提奥多罗批评中国违背永远无要做老大、甲和平客气的承诺，伫南海欺负附近较细的国家。中国国防大学代表团并相请校长批评讲，提奥多罗的发言无代无志骂中国，
是影响正人的想法，煽动对立，甲大部分的国家拒绝徛高平的想法完全无共款。中国是坚持反对，绝对袂接受。过去侪年来，中国甲菲律宾伫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一直有冲突。菲律宾政府指控中国的海警船甲菲律宾的渔民赶，袂互因讨海，抑阁让公务船牵起油弹。菲律宾伫美国的支持之下，伫几个海峡执行各种的行动，而且是有加无减。因为即届香格里拉对话已经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诚意强调中国的威胁，发表演说，态度嘛大正硬。中国除了甲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针对代表团持续起哄攻击，嘛表达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去年 Trump 搁再当选美国总统，真侪对伊政策不满的美国人就考虑要移民。欧洲国家就是真侪美国人的选择，亲像在申请爱尔兰、法国、英国永久居留证，也是护照美国人拢破纪录。为去年11月7日，川普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的迄一刻开始，有愈来愈多美国人重新开始评估家己的未来。根据美国政府数据，20%的美国人因为不满政治现状甲国家发展，考虑移民到海外。一间专办海外移民的公司讲，大选了后，因的网站流量暴增50%以上，每个月爱付16.99美金，差不多代表514块的会员数量也增加10%。另外，路透社访问北京顾问公司也显示，川普当选愈来愈多美国人想要移民的所在是欧洲。Love this country, but we don't love what it has become. I don't pride myself in any way on using any of Trump's phrases, bu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s to restore that respect that we have for each other and for the world, and to lead with compassion and not lead with revenge. 住伫纽约的东城华路讲，伫川普第一任期的时阵，因真愿意互川普机会。不过，川普伫第二任任期就借第迄日就签署真侪项行政命令，终止多元性别，除了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也包括签署包含性别中立、X 选项的美国护照，促销对所有跨性别的保护。为了不被被打喊，互家己权益受损，因找移民律师考虑移民到南欧的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原因是应该遐的政治气氛。When your identity is being attacked, there is a personal sense of anger, frustration, and when your identity is used as a political pawn as well. So members of the LGBTQ community who themselves are having a part of their identity attacked are feeling in different ways that we need to fight back. 大部分的美国人会选择葡萄牙，除了适合的地中海型天气、丰富的文化，相对方便的移民政策，也个不管是厝价或者是生活费，拢比美国的消费较低。另外一间专门提供意大利移民咨询的顾问公司讲，为美国大选开始，因每一拢会收到美国来咨询电话甲批。公司新闻信录被评价。英国的新创企业甲台湾的公司合作研发电动小飞机，5月27起飞，时速超过190公里。这顶头除了一个驾驶，也阁会当载4个成年人。业者是希望讲会当向空中客运车的方向来发展。伫这座小型机场的跑道头就定位了后，为 X4 可电动摩打驱动，拢总有8座普罗佩拉伫跑道上进行底场起飞。这座伫英格兰西南部的科斯沃的起飞，是头一摆伫开放空域进行。We've actually done vertical takeoff, cruising at around 30 knots, 30 feet, and vertical landing. We've then done a conventional takeoff and landing, flying at 120 miles an hour. The next step is joining them together, where we take off, accelerate beyond the 30 knots up to 70 when the wing takes over, and then slow down and land. 为 X4 的设计构想，并不是完全的新观念。目前已经使用的美军 MV-22是英式运输机，就是以直升机的方式起降，成功了后，机势向头前转90度，以传统方式飞行。降落的时阵，机势向后壁反转90度，以直升机的方式降落。也不过 MV-22为起飞到实际操作，拢是因为所谓的宽型螺旋的问题，一直发生降落地甚至摔落的事故。为 X4的8座普罗佩拉中，前4组伫飞行的时会当转向头前，带动飞行机加速；后4组时保持向顶面，以直升机的方式继续提供飞行。需要有的浮力，业者指出，规个起飞过程拢伫英国民航局的严督监督来进行，收集超过3万组的资料，提供后续分析。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已经设定目标，要让这类强调零碳排无污染的空中家庭车在2028年正式上路升空，解决各大城市甲机场之间的交通脱掉问题。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